那今仔日同时嘛是前卫福部长邱泰源甲新部长赵宗良的交接典礼。这医界的团体呢是要求新部长都要有气魄，唔通放任泡泡医生的规定。这相关的条文也着呈送立法院来审查。反对细则放水波波，请时部长悬崖勒马。新的卫福部长赵宗良8日正式就任，医界团体随召开记者会，强烈反对医师法施行细则放任泡泡去考医生的相关规定，佮发话新的部长要提出弃票，撤回相关的条文。部前任部长邱泰源上任1年多以来，遭到医疗界批评，波波牙医、护理师流失问题一箩筐。今天新上任的部长由石崇良担任，但是石部长过去有诸多偏颇波波医师、波波牙医的发言，所以其实我们基层是感到非常的忧心。医生团体向新的卫福部长提出2项诉求，第一是要求泡泡医生的实习名额一定要限制，唔通超过国内招生总数的1/10；第二是要求新的部长赶紧收回放任泡泡医生规定的修正草案，重新送去立法院审议。只要卫福部和考选部能够依法行政，取消学历审核标准，不要借由任何的名目来额外加开波波实习名额，那么波波争议就可以很快的落幕。医界强调会继续监督政策进度，提起部长过去做过健保署长的人，应该要真清楚医疗能力无平均，唔但会浪费资源，也会增加健保的负担。对此卫福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